上个月3月还是4月份，不是一个在台湾人得了一个法国面包世界的冠军吗？他用的项目，他不是原住民，可是他用的项目是小米酒的酒酿。那绝对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他有机会认识原住民，所以他才知道那个酒酿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。那这个就是一种文化智慧去应用的最好的例子，我是这么觉得。那是不是还有更多？因为原住民不是只有喝小米酒，我们还有很多野菜。现在不是都讲养生嘛，有机啊，野菜不是只有山蔬，可是大家好像印象中只知道原住民有山蔬、石板烤肉，更多美食是大家没认识过的。但这个东西都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是用这种态度，然后把所有的创作，然后也运用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放在这张专辑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。那希望有感动的朋友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就是加入我们的一份子这样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阿美族人常常唱的啊，阿美族很多歌谣都是没有歌名的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心情而已。这个你听过？唱完的时候我就要签名哦，懂吗？签名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去买 CD 送海报，然后来找我签名。我练习啦，给我一个练习的机会。那没有关系，没有办法签名，你可以上网留言这样。上网，因为我有部落格，我官网，上网打SUMING SUMING 啊，就找得到我的部落格这样。对啊，想讲话也好，有问题也可以在那个地方问一下啊。我会用电脑啊，不要看我这样，我会用电脑。我等一下还要去走金星祥星光大道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再来最后一首歌《纳鲁湾献歌》。纳鲁湾，纳鲁湾，多咿哟咿，咿哟咿咯咿呀。纳鲁湾，纳鲁湾，多咿哟咿，咿哟咿咯咿呀。Oh yeah.